大家好，歡迎嚟到霸財。近日淘寶天貓就同小紅書官宣達成咗戰略合作，打造呢一個熊貓計劃。咁首次實現呢個小紅書到淘寶天貓嘅全鏈路打通，喺內容種草同埋交易轉化之間建立一個高效嘅閉環，有望顯著提升品牌效益效率同生意增長嘅確定性。咁今日我哋就利用我哋嘅一個霸財指標嚟同大家分析一下點樣喺阿里巴巴呢隻股票上面揾到一啲波段嘅交易機會。咁今日我哋介紹嘅指標咧就叫做操盤王者。咁撳一撳呢個掣，操盤王者就可以見到我哋有一個主圖短炒王嘅指標，同埋副圖6維測試嘅指標。咁我哋喺呢一個位置可以見到阿里巴巴喺呢一個位置由藍色嘅一個弱勢下跌趨勢轉為黃色之後呢，就轉為咗一個綠色嘅上升趨勢，同時喺呢個位置出現咗一個前袋嘅信號，亦都係話俾我哋知有一個見底嘅一個信號，同時都發出咗一個買入嘅信號俾我哋。咁睇翻一個6維測試嘅信號呢，亦都係以綠色嘅箭嘴為多啦。咁證明短期、中期都係已經變為一個強勢向上一個趨勢嘅一個動能。咁好啦，去到呢一個位置出現咗一個閃電箭嘴以及我哋見到一個大色帶嘅顏色方面咧變為咗黃色。咁呢個提示可能就係意味住我哋可以進行一啲減倉嘅操作。咁到呢個位置亦都係慢慢一路升，一路出現一啲閃電箭嘴提示我哋減倉。咁到咗呢一個位置，一個帶嘅顏色由黃色轉為藍色之後呢，亦都係提示咗我哋喺呢個位置可以進行一個清倉嘅操作。而且睇翻6維測試嘅一個指示，亦都係變到以紅色為主啦。紅色嘅箭嘴慢慢會多過綠色嘅箭嘴啦。咁呢一度亦都係俾咗個信號我哋，提示我哋可以進行一個清倉嘅操作啦。咁喺呢一個位置進行一個買入，到呢個位置進行一個清倉，都係一個相當可觀嘅一個升幅嘅。咁今日呢一個就係一個操盤王者嘅案例教學啦。